大家好，我係 Ramos。咁今次嚟到呢個4月30號啦，就係1年1度嘅愛比女王杯舉行嘅日子啊！咁聽日咧就將會用到呢個全闊 A 跑道作賽嘅。咁對上一次咧就係喺呢個打比賽日咧就用到呢條 A 跑道嘅。咁當時因為受住天雨影響嘅關係啦，咁喺早段嘅場次咧跟前嘅馬咧就稍為有利一啲，咁而咧喺尾段嘅場次啦，後上嘅馬咧都即係不乏追勢㗎。咁揀馬嘅時候咧都可以稱翻馬匹嘅實力去行先啦。咁而今次嘅賽事咧，我就會揀到第3場嘅4班1400米嘅賽事啊。咁首先咧就會揀到係呢隻7號馬嘅暴風俠嘅。咁可以留意翻佢喺呢個4月2號跑嗰場嘅田草1000米呢一隻暴風俠佢點樣跑法？呢場暴風俠咧係排呢個14檔起步嘅。咁啊見到黑衫咧有少少綠色花紋嗰件衫咧就係暴風俠啦。咁起步嘅時間啦，咁亦都見到出閘比較一般一啲啦。咁而家咧就守喺一個尾5嘅位置，希望咧盡快咧喺大外檔咧慢慢移入裡面揾到遮擋啊！咁去到呢度啦，差唔多轉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已經見到暴風俠啦，就見到喺呢個馬群中間咧就慢慢揾位開始加速嘅。咁而家見到呢度時候咧，就見到俾隻帝勝寶貝阻一阻啦。咁而家就穿咗喺呢個裡面嘅位置上啦。咁而家見到最後百零米到啦，呢隻暴風俠啦，而家見到黑衫嗰一隻咧，就慢慢不斷咁攬緊上嚟啦。咁啊，最後咧亦都趕過咧隻灰馬嘅多多競技跑過第3翻嚟嘅。咁見到其實咧佢即係早段加速力都係比較慢一啲，但係咧撻順咗之後咧，見到佢嗰個加速力嘅力亦都係相當之驚人嘅。咁可以翻嚟啦。咁睇翻今次嘅賽事方面啦，咁亦都見到有相當多嘅快馬啦去列陣啦，包括有呢個即係3班落嚟4班嘅幸福加數啦、瀟灑王子啦，甚至乎有呢個陽明秋秋、知道性、雄進之星、正本雄心等等嘅馬咧，都係具備咗相當之唔錯嘅前速㗎。咁呢一場賽事啦，見到如果有咁多快馬去放，咁相信咧步速方面都會有嘅。咁呢一場賽事啦，暴風俠咧就將會排呢個9檔起步啦。今次咧就會用到去莫雷拉去壓陣啦。咁可以睇翻呢一隻馬啦。咁上場嘅賽事，即係正如頭先片裏面所睇啦，都見到佢嗰個即係出閘反應咧都會比較一般一啲啊。咁希望咧即係可以透過莫雷拉佢嗰個即係陣上嘅功夫，甚至乎係流放嘅技巧咧，都希望可以幫到呢一隻馬。咁加上咧上一場嘅賽事啦，咁佢係做咗一個即係第3快嘅末段時間22秒69啊，就追翻個季軍翻嚟嘅。咁如果即係以佢上一場嘅賽事嗰個追勢係咁驚人，即係由一個好後嘅位置追翻上嚟嘅第3，即係佢哋頭馬都係接近過嚟馬位度。如果今次加程多200米，相信咧對於呢一隻馬嗰個衝程咧應該係更加好嘅。咁我首先就會揀咗呢隻暴風俠。第2選方面，咁我會揀到3號馬嘅開心健康啦。咁可以留意翻呢隻馬啦。上一場咧就喺呢個4月17號跑呢個田草嘅1004米，咁起步咧亦都非常之順利啦。咁啊沿途守喺一個中游嘅位置，去到轉彎嘅時候咧，見到安上人稍稍鬆一鬆隻馬咧亦都咧慢慢走咗上前。但係喺呢個4踏嘅位置啊，雖然話入到直路都喺呢個4踏嘅位，但係安上人稍稍俾指示隻馬咧，見到隻馬都交出良好嘅反應，最後能夠關注到底贏到嗰次嘅賽事啊。咁今場啊，雖然話個排檔方面都唔係話特別理想啦，就排咗11檔起步。但係如果以一隻後上馬嚟講，11檔即係喺呢個全闊 A 跑道嚟講，都唔會話特別蝕底嘅。咁希望咧能夠可以即係早段可以幫到隻馬揾到遮擋啦，咁對佢嗰個後上嘅跑法咧，亦都有幫助。咁加上啊，今次咧依然係配翻潘明輝齊騎啦，咁依然有個10磅嘅讓磅優勢喺度。咁只係同咧上一場嘅賽事比，都只係加咗4磅嘅副磅嘅啫。咁相信咧嗰個有利條件都依然喺度嘅。咁我亦都會揀埋呢一隻開心健康。咁今次我嘅分享就會喺呢個第3場啊4班1400米嘅賽事。首先咧就會揀到7號馬嘅暴風俠，另外咧就會揀埋3號馬嘅開心健康嘅。咁今次分享嚟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想留意我其他賽事嘅心水推介，可以留意翻我喺 Facebook 嘅專頁拉莫周賽馬手記裏面可以睇翻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亦都可以撳個 like， 又或者訂閱我個頻道，又或者喺呢段片嘅下面留言欄嗰度留言俾我，你對呢場賽事有啲咩睇法，又或者對其他賽事有啲咩睇法，都歡迎大家留言啦。咁去到下次嘅賽事啦，就會喺呢個5月3號啊星期3嘅賽事咧，就會喺呢個快活谷馬場咧就舉行
8場嘅草地野賽嘅。咁喺之前一日咧，再同大家分享過我嘅心水有啲乜嘢啊。咁今次咧分享嚟到呢度啦，祝大家聽日好運啦，亦都咧希望大家咧可以欣賞到一場精彩嘅女王杯啊！拜拜。